早七八岁袂出嫁，想着少年家。孤人表弟面目白，谁甲人注定？想要问伊惊歹势，心内大悲悲。想要拢讲做安西，伊爱在心内，等待好时，阮来采青春花断开。听见外面有人来，开门甲看卖，月娘笑阮憨大呆，风偏。不知。嘉庆上安后堂的《望春风》哦，嘉庆有弹过两种爵士版本的吗？冇咧，动 T P 哈，系啊，凤阳音乐 T P 来宾庞锦飞，金飞好，大家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我是小猫彭金慧。哇，总蛮有很多小猫，也还有一张名叫做 Jasna， 印度的名字。对对对，哦，印度的名的。其实哈，金慧让爱系算是师兄妹的关系。因为讲，哎，你看下跳摆学个瑜伽，其实有督导。哦，两个人扣下好瑜伽都超是哦。不过我系摸走好好走，你看佢身材安好，他是有好好做瑜伽的。因为讲，你莫爱摸上到金飞的爵士乐冲啊安得好。系啊系啊系啊。底下唔甘底下也客家人。我本来也唔知啊，我喺度上地嘅也系客家人。哦。这样我要讲我唯一会讲的一句客家话了。好，你讲一下。我是客人，我唔晓讲客话，对不起大家。好多来路风啊，唐公系爸爸教伊嘅。今天来上节目以前，爸爸特别教佢。对对对，叫我跟大家说对不起，以后我会好好的学客家话。